开门！开门！哎，他人不在。姓戴的，你可回来了！我等了你一宿，觉都没敢睡，我还以为你跑了呢。我跑什么？你那点银子还值得我跑啊？药呢？那不在院子里吗？别着急，老乡，会有的，会有的，给他上来，对。哎，给他，对，慢点啊！哎，好，别着急，会都有的啊！哎，给他。哎，给他。大家静一静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刚才说了，这些粮食不是我捐给大家的，所以不敢领谢。现在我便要告诉大家，这些粮食都是这位阿丑兄弟花银子给大家买来的，所以大家要谢，就谢这位阿丑兄弟吧。阿丑，还心疼那些银子呢？你要真舍不得，就算我借你，等到了京城，我想法还你就是了。你说话算数。阿丑啊，二爷拿那些银子是答应给姐姐治病的，姐姐的病都好了一半了，过2天就会全好了，你怎么能跟二爷再要回来呢？姐，他可是说要给你去了病根呢。阿丑，你姐姐的病只管包在我的身上，我此番出来，身上的银子带的少了一些，可是京城还有些积蓄。那你家到底在京城里是干什么的？我家在京城开些店铺，有些家底。你把银子都给了我，要是再怕饿着，不妨暂去我府上，我再给你安排个闲差，你看好不好？那到了京城，我能见皇上吗？你还想见皇上？有什么事要禀告皇上吗？倒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好奇。听说皇上年纪也不大，说不定还能交个朋友呢。阿丑，你是我见过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那我要是有事儿告诉皇上呢？我能不能先听一听呢？不行，不能告诉你。我告诉了你，你先到皇上面前买好了。好吧，你既然觉得跟皇上有缘，不妨随我到京城去，或许你真有那份福气也说不定。我说老四，你还生三哥的气呢？你说咱俩谁跟谁呀？哦，三哥就说你2句，拿你泄气，撒火，你就当真了？我说老四，你他娘的还像不像个男人呀？我在牢子里这么些日子，你也不说去照应照应，跑这儿跟我怄气，不就是说你几句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说还都不能说了。到底怎么了你老四？三哥，我看玉姑娘真的喜欢上那姓陈的了。放屁！我就不信，他姓陈的算个什么东西？玉姑娘会看上他？他姓陈的也就是个绣花枕头，还想变着法儿的诱我的供，到头来怎么样？还不是让皇上罢了官了？你说他姓陈的，他懂什么？他狗屁不懂，不会说故事，又不懂风情，玉姑娘会喜欢上他？周大人这几日实在辛苦，何不在寒舍多住几日啊？算了，河安府上还有很多事要我去做。不过，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向2位交代一下。
田庄主，咱们答应钱奎的事儿，可不要变卦了。不会不会，姓玉的那个女的和那个姓陈的妹子就在那边那个院子住。钱奎的长随呢，一直看着他。今天呢，我就让人把姓陈那个妹子打发走。这2天呢，就把钱奎的事儿把他办妥了。郑大人，你可不要再从中作梗啊！周大人，我答应的事情怎么能食言呢？听正妻说，那个女人似乎对姓陈的有些意思，我是怕钱奎自作多情。我在你屋里怎么不说他们走了？什么时候搬走的？就今天早晨。那你怎么不拦着呀？我拦得住吗？玉姑娘自己想走的。你就是个笨、窝囊。昨天郑天寿当着爹和周文正的面，亲口答应要把玉姑娘让给我。爹也把这个宅子给我了。玉姑娘她没经见过世面，一定是让那个姓陈的给哄了。你怎么就不拦着呀？行了，三哥，骂我也没用。依我看，玉姑娘不是真的喜欢你。你放屁！这些日子你没到衙门里头去过，你就没有看见过她怎么待我的。姓陈的打了我，你看看玉姑娘心疼的。她要是不喜欢我，她能那么心疼啊？三哥，你别说了，我觉得玉姑娘是真的看上陈大人了。陈大人个屁！他早都不是钦差了，他有什么本钱给我挣啊？我这就去给他点好瞧的。老四，玉蝶的事儿，怕是早晚你嫂子得知道。咱还是按原先的约定，你嫂子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是给你找的媳妇儿，听见没有？哑巴啦！周大人，看姓陈的样子啊，不想离开清水县。他要不走，怎么办呢？干脆把他给做了算了。不可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在督察院挂了号的。杀了他，魏老儿一定以为我们做贼心虚。如果他在皇上面前再参咱们一本，那就更不好解释了。那姓陈的在咱们这儿，咱们做什么都是碍手碍脚的。田庄主，你的意思呢？我想啊，让钱奎让他施加压力，逼着他走。等他离开了清水县的地界，不就完了吗？田庄主说的是，不光让他出了清水县，还要让他出了和安府。这个好办，无非是花几千两银子的事儿嘛。那好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来办。钱大人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是我自己不想住的，跟陈公子无关。妹妹，你为何不愿意住了？是不是想跟着姓陈的走？你真的喜欢上他了？我跟陈公子去京城，只是去找我的表兄，这也是你之前答应过我的。你对我的恩情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只是，是不是他姓陈的跟妹妹你说什么了？
陈公子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我觉得你应该想想你的夫人。你的夫人怀着身孕替你吃药誓死，可你刚刚出狱就要娶我，你不觉得愧对夫人吗？妹妹，我和燕燕怎么着，那是我和燕燕的事情，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才过了几天，你怎么一下子全都变了？钱兄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以前只是对你感恩，想着应该对你好。可是你现在官复原职，有家有业的，再也用不着带着我到处跑了。你就不要再管我了吧。你当真是变了一个人。玉姑娘，我是一直想着你，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你说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会亏待你吗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按理说，我不该舍你不顾。可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你要是觉得冤，就把我杀了吧。哎呀，玉姑娘，我连句重话都舍不得对你说，我哪能有狠心去杀你呀？你只记住我一句话：姓陈的他是个绣花枕头，靠不住的。他如今已被罢官削职，你跟着他，早晚会受苦。站住！我们钱大人有公务，闲人免进。钱奎在这儿如何？这儿是客栈，不是衙门，他有何公务不让我进去？哎，陈公子，我们是奉命行事，不是故意为难你。站住！陈公子，牛大哥跟您逗着玩呢，他说的不是实话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呀，就是要故意为难你。好啊，我刚刚离职卸任，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陈公子，您说错了吧？您可不是离职卸任，您是被皇上贬了官的。皇上没治你的罪，
已经是格外开恩了，你还生气什么呀你啊？哼，狗眼看人低。他骂人？你骂谁？还当你是钦差呀？你现在连狗都不如！有二，老爷干什么呢？张牙舞爪的。钱奎，你带这些人来，就为找我麻烦？陈信，你当差无能，搞女人倒是挺有办法呀！来，把他带回衙门。是，你们，钱奎，你好歹也是个7品县令，你真有气量啊！你做小人连脸都不要了。哼，你如此作为，你还想让玉姑娘看得上你啊？骂，接着骂，看我怎么整你！钱大人。哎，大人，请你不要再为难陈公子了。我的事情跟他无关。玉姑娘，你不用求他，他要还有点人味儿，他也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。大人，我求你放过陈公子吧。我求求你了。玉姑娘，快静气，快静气，放了他，撤。陈公子，这都是钱大人安排的，与我无关，您多担待。陈公子，你先不要泄气啊。谁说我泄气了？我是不服气。你看着，我非得把清水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，再去面见皇上。我看你就不要再在这儿住下去了。钱大人他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他肯定会不断的来找你的麻烦的。让他来吧。钱奎是个跳梁小丑，他这般所为，我早看得一清二楚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钱大人在明处，郑天寿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他能怎么样？大不了把我杀了，我死都不怕，还怕他们找茬吗？哥，县城里正在传你被罢官的事儿，郑天寿家在放炮庆贺呢。让他们先高兴吧。姓陈的，你出来！你还真以为你是钦差呢？你仗势欺人，强占民女！钦差大人，艳福不浅呢。玉姑娘，您这是何苦的呢？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姓陈的已经丢了官了，得罪了皇上，那没准明天就开刀问斩了。啊，现在连个平头百姓都不如，您何苦跟着他呢？就是啊，漂亮姐儿，我跟你说，这刚才红三儿也说了，这姓陈的银子都花光了，以后你一时都管不了。要我说，还是跟着我们阿四哥哥走吧，跟着姓陈的有什么好啊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，就不怕我去找钱大人吗？嘿，您还甭提钱老爷，您要是跟了钱老爷，我们几个就是您身边的几条狗，随便您使唤。嗯，可是您偏偏跟这姓陈的，他有什么好的？啊，就是啊，白点啊，我看连锄头他也拿不动啊，这会儿又丢了官，他拿什么养活你啊？无赖，无赖！你说谁无赖？我说你是个无赖，听见了吧？你听见了吧？
他说我是无赖，打他，使劲打，往死里打！你干什么？别人打了你！你走开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别打了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就这位玉姑娘跟咱们钱老爷他有交情。哎天，你们要这么干，回头得罪了钱老爷，他不好吧？我都说了，钱老爷出面啊，我们二话不说。可是钱老爷一直都不照面，就凭你这几句话，你想吓唬谁呀？谁在这放闲屁呢？说钱老爷不在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哟，钱老爷您别怪罪，我不知道玉姑娘是您护着的。跪下！啊！小兔崽子，张俩眼干什么的？留着出气儿用的呀！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清水县境内，在草桥客栈，当着这么多的人敢调戏我妹妹，你不想活了，找死啊！你们俩是不是跟他一块儿来的？过来，拧上他，快点！你们仨，清水县衙门口候着，每人赏你们20板子。谁要是敢跑了，让老爷我待着，那可是80板子伺候，还不滚蛋呢！哎呦，钱老爷，我可不想得罪您呢，我这看这姓钱的不顺眼。老爷，您看这鸟，这鸟，外头把它放喽，笼子剁了它。是。哎呦，这不是陈公子吗？陈公子，连自个儿喜欢的女人也护不了。钱大人，这姓陈的还欠了我们不少房钱呢。他是说要还，就一直不肯拿银子出来。哦，我哥只是想让洪店主宽限2天，又不是想讹这房钱。是吗？哎呀，妹妹啊，我晚来了一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钱兄，你就不要再为难陈公子了吧。就要妹妹这句话。红三儿，老爷您说，陈公子的房钱全算在我钱奎的头上，要住多少日子，就住多少日子，就听您的。陈公子，我可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可给足面子了啊！嘿嘿嘿嘿。妹妹，你要是在这儿住腻歪了，住烦了，不想住了，随时找我。回来，走。宋钱老爷。陈公子。哥，我觉得玉姐姐说的在理，咱们先躲一躲算了。不躲，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哥，你得替玉姐姐想一想吧。玉姑娘，你要是觉得不便，你和安诺先走吧。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陈公子，就算你不走，你又能查出什么来呢？这
这些人整天盯着你，你干什么都不方便。哥，玉姐姐说的对，咱们先走，过几天再悄悄的回来。就算皇上罢了你的官，咱们还不是一样可以微服暗访？老四，老四，三哥，啥事叫我？嗨，你怎么不应一声？山水打不出个屁来。草桥各站去看着点，有什么动静来告诉我。走。我就知道他待不住。正奇啊，黑八的人马准备好了吗？我派人送了一半银子，他满口答应，已经在路上设了埋伏，老爷只管放心。啊，你把另一半银子也带给他，传我的话，让他把这活儿干得漂亮点。那位玉姑娘，杀了吧。跑了，套车喂马，多带几个弟兄追。哎，七哥，上次那单生意一次就做了10几个，痛快。哎，七哥，一会儿他们来了，是把他们截住，还是跟上次一样把他们给做了？给做了。做了，七哥，您给的银子可不是做的价啊。怎么着？好说好说。哥，怎么停住了？我看前面的山口好像有埋伏，那怎么办？回去，如果有人追来，就说明我猜对了。师傅，快走。驾。玉姑娘在车上吗？在，大人。啊，好，把陈钦带回县衙。姓陈的，这回是2进宫了吧？天魁，你别忘了那句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你把我关进来，我看你怎么把我放出去。我已经不把你当钦差大人了，我抓你就没打算放你。你猜我想把你怎么样？怎样？不告诉你，你好好的面壁思过吧。走了。
这个混蛋，白费了我银子不说，还坏了我的大事儿。正七，你今天晚上就把姓陈的干掉。先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！你要杀了姓陈的，反倒授人以柄。钱奎既然把他关了，咱们另外再想别的办法嘛。我给朱大人写封信，看看他怎么说，咱们再商量嘛。田庄主，此事与我无关，全是钱奎干的好事儿。你要给周大人写信，最好把这事儿也给说清楚了。老四。三哥，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就来了？要让别人看见了，姓陈的被关起来了。周文正和我爹都答应了，我还有他娘什么可怕的？玉姑娘昨个就没怎么睡，又折腾了一天，刚才喝了一点粥。我没问你这个，我是说她生气了没有？好像没有，只是一直不说话。我问什么，她也不吭声。她没骂我？没有。那她一直就是等着我来抢她呢，你说对不对？不对。为何不对？反正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你去问玉姑娘吧。你不是说她歇了吗？你把陈公子抓了，又把他安顿在这儿，你不去跟他说清楚？那他就是在等我了。他什么话也不跟我说。你说，他会问我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就是个笨蛋，连句话都套不出来。你倒是摸摸底，我也好想办法对付他呀。我只是看着玉姑娘可怜，有什么话你自己去问她好了。指着你，什么忙也帮不了。哎呀，妹妹，吓着你了吧？钱大人，你为什么要抓陈公子？妹妹，你可别以为我是个小心眼儿。要是姓陈的他不带你走，我根本不会和他一般见识。你为什么不让他带我走呢？我当然不能让他带你走。你说他姓陈的，凭什么带你走？他会干什么？他能干什么？他能保护妹妹你吗？他连个钦差汤都不会做。妹妹，他除了长了一个小白脸儿，你说他还会干什么？妹妹您要是跟他走了，说不准这会儿路上就让人家给害死了。你知道那山口有人要害陈公子？什么山口？就是离你拦我们那个地方不远。陈公子看见好像有人埋伏在那儿。哦，姓陈的他也看出来了。妹妹，这可不是我编故事吓唬你吧？我是不想给你挑明，怕吓着妹妹你了。要不是我及时的把你们拦截住，说不定这会儿你们已经人头落地了。那山口真有埋伏吗？哎呦，你看看这有多悬呐！啊，你说我要是迟到一步，哎呦，妹妹啊，真吓死我了！妹妹，
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姓陈的在清水县有多少人想整死他？要不是我出面，说不定他早就叫人家给整死了。我就跟你实说了吧，我绝不是姓陈的说的那种小人。他以为我为难他是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，其实我是为了保护他呀。我要是不把他姓陈的关了，他根本就活不了几天。我这都全看的是你的面子呀，千兄，你真的想做一个好人？我本来就是个好人呐。妹妹，你别听那姓陈的胡说，不信你去问问老四。老四在外边候着呢。我做这几年县令，我做过什么坏事？你问问他。我连一件坏事都没做过，不是我吹。郑天寿想欺负你，我不是一直护着你吗？不光护着你，我救过好些人呐。我是不愿意说，谁像他姓陈的，整天干不了正事儿，就知道在妹妹你面前胡吹。你仔细想想，姓陈的他帮过你什么忙？哪到节骨眼上，哪一回不是哥哥我出头帮你分忧解难的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我听说，妹妹，除了我，你谁都别信。我钱奎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儿。姓陈的前些日子关我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错儿，是他想打你的主意。就连这种事儿，我都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我关他，我是护着他，保着他，以防他有什么不测。钱兄，啊，你能不能让我见见陈公子？不行，我刚刚把他安排妥当了，可不能暴露了他的住处，要不然恐怕等不到明天早晨，他姓陈的脑袋就得搬家了。那，你真的不会害陈公子？妹妹，你把我钱奎当什么人了？我钱奎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会跟姓陈他计较这一点点个人恩怨？你也太小瞧哥哥我了吧？要是不信，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他，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优待他的。妹妹，妹妹，你看咱们两个，真的喜欢上了姓陈的？也不是。三哥，什么事儿？老太爷找你呢。不是编谎的吧？耶。钱奎，姓陈的已经都走了，你何苦又把他接回来呢？他把玉姑娘也带走了。玉姑娘可是您和周大人答应过我的，您不能说话不算话。钱奎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办事怎么像小孩子的脾气啊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就不怕坏了大事啊？能坏什么事儿？皇上把他的官都贬了，又怕他为何？你呀，你就是永远无不收的生瓜蛋。哎，这么大事儿，你总是想不明白呀。啊？是不是
郑天寿要派人杀姓陈的呀。你知道，还把他接回来干什么？他是带着玉姑娘走的。郑天寿要杀人，肯定会把他俩一块儿杀了。爹，要说我比谁都恨那个姓陈的，可他毕竟是当过钦差的人，这会儿要是把他杀了，反倒会令皇上生疑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钱奎啊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觉得燕燕对你不好啊？哎，我可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和燕燕好着呢，不信你去问燕燕，我对她怎么样？嘿嘿嘿嘿，爹，你也是个男人嘛，你不在外头还偷偷养了好几房吗？燕燕从不让他们上门。我会告诉你啊，你在外边养他，我不管你，你可不能给他什么名分。钱奎，我把你招进来当儿子养的，我这么大的家业，日后还不都是你和燕燕的吗？你明白吗？钱奎，你既然把姓陈的关了，就先关他些日子嘛。哎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得着好的。错，要好生待着，千万再不要动刑了啊！告诉你属下那些人，要当客人待着啊，除了不让他四处走动，他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全当贵客伺候着。那姓陈的他是个死心眼儿，你以为咱们对他好，他就会跟咱们一条心了？行棋要看三步，为官做事呢，想得更要远一点嘛。既然你多了个心眼，把他关了，倒不如啊，埋他个好。那姓陈的现在被贬了官，可是皇上却没有降罪啊。他又是魏相术的得意门生，日后谁知道还会不会再受重用？现在他在咱们手里头，咱们对他一分好，日后啊，他会感激咱们10分。什么事儿啊，都得留一条后路，明白吗？哎，那我听你的就是了。